如果中乐透的话，会想做什么事？把他关在我家厕所，就让他画小黄图给我。果然还是只能进厕所，是不是？然后叫他帮我扫厕所。那有钱拿吗？有啊。啊，那好，那可以了。中乐透，先开一家牛郎店，然后客人只有我。等一下，然后再叫牛郎经营营业给我看。救命！那我可以当客人2号吗？可以，请进。哦，好。给那边的大小姐一杯东菲力。我要香槟塔。好，我出，你要来吗？来啊，来，走，我们3个一起去。还是你要雇佣他？你要雇佣火蛇？要付钱吗？被迫下来，应该要付钱吧？你都中了透嘞，超过分的。你要出多少？你要付出多少了？